Hello，大家好啊！依家都係呢個2月嘅21號啊嘅星期六啦，就2026年啊。咁啊，依家晏晝啦，咁上晝拍咗一段短片，就提及到咧，就即係有一啲又係佢哋宣傳呢個店鋪佢哋嗰啲新陽啊、小聰佢哋嗰啲問題啦。咁啊，即係牽涉到即係好可能我部電話就即係真係俾人爭咗線嘅。不過咧就有分兩邊嘅，就警方啊同埋即係阿小聰佢哋啲網上戲弄嗰啲誤導啲公司啊，甚至乎去揾啲黑社會啊，又或者即係俾即係拉猛啲小圈子嗰啲咧，啲社會立場新疆啊，同埋啲社會立場嗰啲小圈子咧，就即係製作啲網上戲弄啊嗰啲咁樣去爭人哋線啊，有可能牽涉到啲信仰嗰啲啦，就唔知牽唔牽涉到我屋企嘅。咁啊，如果牽涉到我屋企咧，咁當然我會做一跟進翻嘅。咁咧就提及到咧，佢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佢哋阿小聰啊，即係我擔心唔記得咗拍短片啊，擔心遺忘啊，所以依家就再補充翻啦。咁就佢頭先我喺廚房度同佢哋提翻咧，就佢哋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啊。咁啊，小聰咧就我23年嗰陣時咧，個春茗咧，公司春茗咧，我唔見部電話，唔見咗部華為電話。部華為電話咧係我2019年買嘅，2019年8月買嘅。咁啊，佢哋當時咧就呢個小聰咧就到處同人哋講啦，就喺個店鋪度咧就拎咗我部電話去爭線啊，網上戲弄啊，甚至乎搞我屋企啊，就話操控啊，網上戲弄啊，玩鳩死我嗰啲咁樣啦，類似啊。咁啊，又話佢真咗買起我啊，就話順勢咧就打擊華為，打擊中國噶。咁呢方面咧，我做一跟進會即係我會通知想辦法呢段時間咧通知中國政府同埋華為嘅。咁啊，佢當時咧就即係用埋個大家樂公司名義啦，就我唔知道佢有冇牽涉到咧誤導埋啲管理層咧，就用個大家樂公司名義咧就話，因為佢曾經講過咧，就即係拎我部電話去爭線，又話交俾新意安網上戲弄啊，甚至乎話用個公司大家樂名義咧就話私家偵探啊。爭線啊，即係用個公司名義搞我啊，搞我屋企嗰啲咁樣啊，所以咧佢牽涉都幾複雜嘅。咁部華為電話咧，我就當時咧就報咗案嘅，報咗警嘅。咁應該依家警方嗰邊咧都仲有記錄嘅。咁如果冇嘅話，我可以再報多次嘅。咁啊係啦，咁即係喺呢段時間咧，佢當時咧，佢喺個店鋪度咧，到處同人哋講話部華為拎咗部華為電話喺網上戲弄啊，又話新疆爭地盤話事啊，即係擺我上台啊，又話即係網上戲弄我啊嗰啲咁樣啦，仲話搞埋我屋企啦。咁啊，當時咧就有啲全公司都知㗎啦，成個店鋪都知㗎啦。當時咧就有啲好心嘅女副經理啊，同埋分店經理咧就即係去勸喻佢嘅，就問佢係咪有啲咁嘅事拎咗部電話。之後咧佢就話部電話就拎俾新疆爭線網上戲弄啊，搞我。仲話買起我，咁咧就牽涉到咧就話揾大家
大家樂網上戲弄啊，即係爭線網上戲弄，即係揾私家偵探啊，類似呢啲咁嘅嘢啦。所以我唔知道佢有冇牽涉到咧，即係誤導埋啲管理層咧，就牽涉到個大家樂集團咧牽涉埋在內嘅。如果有嘅話咧，我喺呢段時間咧報警拉佢嗰陣時咧，就會跟進埋逐一跟進埋呢啲事嘅。咁就如果牽涉到佢個大家樂集團牽涉埋在內咧，大家樂集團承擔唔到呢啲嘢，我一定會追究到底嘅。交俾警方同國安處嘅，因為佢誤導埋個大家樂集團牽涉埋呢啲嘢咧，佢哋用個新義安喺個公司裏邊咧，就組織個新黑社會結構咧，又叫人哋跪拜，又製作啲社會立場啊，話要喺度樹立啲社會立場，即係又話打擊中國啊，叫埋道教名義嗰啲咁樣咧，就牽涉到放埋港英旗咧喺呢個店鋪出邊門口啊。咁當時咧佢哋喺個店鋪裏邊咧就仲命令人哋用個職權咧就命令人哋咧就話翻唔到轉頭，就叫人哋咧準備同中國同歸於盡喎。咁佢再牽涉到，如果個誤導埋個大家樂集團牽涉埋呢啲事咧，咁好可能咧佢會誤導個公司集團咧，就去針對我嘅原因，就係之後就發生呢啲事。咁同埋我近呢2年咧，就我都好模糊咧，就即係都幾，因為我用電話，我夜晚放咗公用電話咧，就算連 WhatsApp 嗰啲溝通記錄啊，同埋上網用電話上網嗰啲咧，唔知點解第2日咧有陣時咧，第2日咧就個公司裏邊咧有啲傳言咧，由客戶不知名嘅嗰啲客戶咧就傳翻出嚟，就由我哋嘅同事咧就即係都傳到出嚟嘅。咁咧呢方面咧就我開始幾作實，即係開始幾質疑咧，就個電話俾人爭咗線啊，網上戲弄啊嗰啲咁樣啦，好可能牽涉到個大家樂公司嘅集團啦。就如果有嘅話咧，就佢呢啲咁嘅唔合法嘅條件咧，如果佢哋有可能誤導埋警方去做呢啲事嘅，咁我呢啲短片咧，我會當然會交翻俾警方啦。即係到時候，即係差唔多時候，同埋依家我公開咧，就呼籲咧將啲短片咧就交俾警方啦。咁就同埋國安處，咁就跟進一下。如果佢哋涉及到呢啲咁嘅嘢咧，就變咗佢哋誤導用個集團咧就不合法嘅協議咧，用個冧埋佢哋嗰啲新義安嘢咧，製作啲撕裂嘅社會啊，用個黑社會滲透個公司集團，用嚟攻擊自己國家中國啊，甚至乎又話打垮華為啊嗰啲咁嘅嘢。不過佢呢啲人都幾狂妄㗎啦，佢哋利用個黑社會話個新義安再利用埋個公司集團，話個公司集團大家樂大把錢，就幾十億。咁咧佢哋咧就唔知道，又話狂妄到又話要打擊中國啊，操控香港政府中國政府啊，甚至乎話打垮華為啊，佢哋狂妄到咁嘅。不過佢哋即係我覺得佢哋好渺小啊，即係好自大，因為佢哋利用個黑社會新義安同埋即係個公司大家樂集團製作呢啲嘢咧，一來大家樂集團承擔唔到呢啲嘢，終歸到底咧個大家樂集團咧都要交翻佢出嚟嘅。如果唔係大家樂集團咧會俾佢呢啲人咧去即係拖累陷害咗個公司集團嘅。咁再者咧，佢哋用埋個公司集團大家樂集團話大把錢去針對我，針對個香港政府同埋打擊中國，佢哋話打垮人哋華為咧。佢哋講到話係一個商業競爭，其實唔係商業競爭，係佢哋呢啲咧不合法嘅協議嚟嘅。如果佢哋牽涉到嘅大家樂集團咧，我會逐一跟進翻㗎啦。咁交俾社會咧就
跟進翻個大家樂集團，睇下需唔需要，睇下個大家樂集團承擔啲責任啊，定還是交翻佢出嚟啦。咁咧就佢哋無知道話大家樂集團幾十億大把錢，又話新疆大把錢，幾百億過千億咁樣。咁其實咧，淨係一個華為咧，佢哋話打垮人哋華為，用一個餐飲集團，低層次嘅餐飲集團，就話打擊人哋國內喺世界上咁大市場嘅一個科技集團嘅華為，人哋一個華為幾千1萬億，佢哋狂妄到話用個黑社會，用個低層次嘅餐飲集團去話大把錢去攻擊人哋華為，話拎咗部華為電話3線咧，仲話去順勢打擊華為啊，攻擊華為。咁呢方面咧，我會交翻俾華為去跟進下㗎啦，睇下需唔需要徹底去跟進佢哋，同埋交俾中國政府啊、港署呢啲嘅。咁更加香港政府更加要嚴格去檢視佢呢啲人啦。如果唔係嘅話，香港政府都即係攝喺個中間嗰度咧，就變咗佢哋即係就助就咗佢哋，冇理由香港政府唔做嘢噶嘛，咁樣俾佢哋搞。咁如果佢哋冧埋啲信仰嗰啲咧，我諗信仰大家認清楚啦，我就會呢啲短片咧就公開交翻俾呼籲信仰道教同基督教咧，就去嚴格跟進佢哋呢啲人，唔好俾佢哋拖累啦，唔好俾佢哋利用佢哋嘅信仰，尤其係道教，更加要跟進下佢哋咧，睇下需唔需要追究佢哋。不過我都會幫道教追究佢哋㗎啦。所以咧，佢哋呢啲事件咧就牽涉到好複雜嘅呢個鋪頭。所以咧呢個小聰佢哋咧就我一定要的佢哋啲人出嚟嘅。我考慮到咧就由阿禮佢哋咯有事件咧，阿禮小聰佢哋咯有事件咧，新宇安咯有事件咧，就的佢哋出嚟㗎啦。再交翻俾啲國安處啊、中國政府同埋華為啦。我呼籲大家咧，將呢啲事件咧交俾國安處同埋交俾中國政府，尤其要交翻俾中國政府同埋華為。呼籲大家去通知華為咧，去跟進下，嚴格咁樣去即係正視下佢哋呢啲問題。我段短片咧就暫時拍住咁多先啦。咁咧仲有佢哋利用呢啲咁嘅嘢咧，話爭我電話線，即係華為電話。我唔接部華為電話開始咧，佢哋話爭我電話線開始咧，話網上欺凌我開始咧，就喺個公司裏邊咧就利用埋話搞一啲挑撥信仰啊。即係話佢哋係天主基督啊，西方文化科技啊啲咁樣啦，就話打擊中國啊，打擊道教，打擊華為，即係由小聰佢哋製作出嚟咧，所以咧佢哋呢啲人咧就非常之狂妄嘅。咁唔知點解咧個集團咧竟然啲管理層係咁樣去包庇佢哋，仲有佢哋話要抄人哋姓氏家，抄我姓吳家。就咁我姓吳嘅話，都唔會。即係咁樣去罷休，去唔理佢哋呢啲事啦。即係佢哋又話要打擊中國，又話要打擊人哋，用個餐飲集團話打擊人哋科技巨頭，世界性嘅科技巨頭。轉頭又話要抄人哋姓氏家。佢呢啲咁嘅人咧，佢哋唔知道咩叫做家仇國近，國近家仇。所以一定要逼佢呢啲咁嘅人出嚟以正視聽嘅，即係
去交俾社會法律啊，將佢哋定罪嘅。咁啊我段短片咧就暫時拍住咁多先啦，我會寫翻啲筆記咧交俾啲國安處啊、警方嗰啲咁。不過因為工作時間長啊，所以咧我要就翻啲時間去即係逐一去處理、去分配，即係我都負荷唔到，不論經濟甚至乎即係時間上都難以負荷嘅。咁啊唯有就即係慢慢攤長嚟處理啲問題啦。